大國星人加天狼星人聯合開示，未來100年就是台灣的時代。井號昴宿星人，井號仙女星人，井號大國星人，井號天狼星人。寫文章緣起，我今天寫3篇，這是第3篇。這篇文章是我在2個小時的冥想中得到的啟示，非常重要，請耐心觀看。正文：外星人，今天有一個很重要的信息必須傳達給你。我，什麼？外星人就是台灣及地球未來的走向。我，好，那你說。外星人，在當今這個戰爭混亂的世界裏，台灣的多神教體系能拯救地球，並且是目前地球上最好的精神方式。強調的是目前，不是永遠。在地球的歷史上，基督教、佛教和伊斯蘭教這3大宗教曾經帶來了秩序與和平，改變了地球，讓原本沒有道德、沒有倫理的地球出現善和愛的概念。1800至1940年代，科學、共產主義、無神論的出現，也讓人們從宗教迷信、宗教狂熱中解放出來，開始以合理且冷靜的角度重新看世界。1980至2000年代是日本神道教最強大的時期，讓地球人擺脫了過度的冷血、過度愛國主義的思維，重新回歸到對大自然、動物、植物的敬畏裏面。但以上這些宗教和國家的任務已經完成了，如今的世界已經出現了另一種更好的靈性思維模式，那就是台灣模式。而2020年至2110年這100年，正是台灣人的時代。只要你稍微觀察一下國際政治，就應該知道現在台灣的國際地位比以前台灣的國際地位不知道要高出多少。為何？因為台灣的宗教形式是目前地球最開放、最不排外、最包容，也是最理性的。很多台灣人都沒有意識到自己生活的多麼幸運。舉一些反例，如日本的神道教，日本人和台灣人一樣都信佛，日本人又有自己獨特的神道教，但日本的宗教觀念非常詭異，連死掉的魚頭、廁所裏的馬桶都能成為一個神。上天讓日本在1980至2000年代強盛，其實是為了對抗西方的一神論和無神論。西方人、歐美人、白人，他們以前要麼就是相信地球上只有一個神，要麼就是相信地球上完全沒有神。日本在上個世紀的強大，其實是正面的外星人為了讓地球人從二元對立中解放出來，緩解極端的一神論和極端的無神論，只能用極端的多神論來抵消。而這個讓全地球人意識提升的任務，現在輪到台灣的頭上。台灣的宗教不是某一套極端體系，更不是對立的體系。無論西方還是日本，都有一定要證明自己比別人優越的思維，而台灣人沒有這種思維。台灣人太缺乏自信了。台灣人的宗教明明是地球上最合乎天理的，是一種活生生的、有彈性的文化生命體。佛教、道教、原住民信仰、民間信仰、基督教、天主教和平共存，沒有排他的唯一真理，只有實用的神明合作。沒有一神教和無神論的極端，也沒有像日本一樣把一些明顯非神明、邪靈類的東西強行解釋為神。例如台灣的媽祖繞境，如果媽祖神像看到觀世音菩薩的寺院、聖母瑪利亞的教堂，也會對他們點頭示意，表達友好。台灣的中元節，甚至免費為孤魂野鬼提供食物和超度。總結來說，目前台灣的宗教形式就是最好的，它既靈活又溫和，能與時俱進，又不失根本。台灣人不會，也根本不想用自己的宗教觀統一世界，只試圖讓每一人收到應有的善良的對待。在未來的100年，也就是現在我們的這個時代中，台灣的宗教、靈性、靈修力量，正是全地球人需要的。看到這裡的，請留言頂禮合十。我發願讓台灣社會更加善良平等，即可獲得大國星人和天狼星人的祝福。屠龍解說震撼人心，要貼屠龍術。